理想里程碑，由華僑銀行用心幫有心人。啲人成日話咧創業難，守業更難。今日訪問嘅嘉賓咧非常之厲害，佢毅然接手家族企業，咁佢成為咗呢個守業者都不特止，仲大膽改革。佢就係嚟自福泰珠寶嘅 Michael Chan。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好，我係 Michael， 福泰珠寶嘅營運總監。你好啊 Michael， 先問下你先，幾時開始咧就有接手家族企業呢一個諗法嘅呢？其實一開始冇嘅，我喺國外畢業嘅時候呢，就入咗投資銀行嗰度做。咁其實喺金融領域呢，都叫發展順利嘅。咁但係隨住自己歷練多咗啦，咁對屋企嘅事業理解又多咗，見到嗰陣時嘅傳統珠寶行業其實面對咗好多挑戰同埋機遇。嗰陣時就覺得珠寶行業其實唔應該只係承傳我哋家族嘅歷史同埋我哋嘅情感咁簡單。其實係充滿一個創新同埋變革嘅可能。咁嗰陣時開始呢，就希望可以運用我喺讀書同埋工作上學到嘅嘢，帶住我哋家族企業去到下一個發展嘅階段。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咗有一個接手家族企業嘅一個諗法啦。即係接手家族企業之前呢，自己都做過其他嘅工作嘅，就喺投資銀行嗰度做。咁但係做完投資銀行嘅工作，會唔會令到你我接手呢個家族企業嘅時候，管理佢嘅時候有啲唔同嘅諗法呢？有㗎，其實投行嘅經歷呢，我好習慣用呢數據同埋風險評估嘅角度去睇問題。管理上，我會特別着重於一個財務結構、成本控制，同埋評估一啲戰略投資嘅一個長期回報。咁同時呢段經歷令我好深刻咁體會到，好多好嘅公司呢，其實一直都有一個好嘅銀行陪伴佢哋嘅成長嘅。一間好嘅銀行其實應該係一個企業成長嘅一個戰略夥伴。佢哋提供嘅唔止係資金上嘅支持，其實仲有好多方面好專業嘅建議同埋資源。專業嘅建議同資源呢，其實可以幫到一個企業發展，成為一個好好嘅助力。咁我接受咗家族企業之後，其實都好重視同銀行建立一個長期嘅互信深度嘅合作關係，咁將銀行嘅專業服務變成我哋企業發展嘅一種助力。你自己而家咧就係呢個珠寶公司嘅第二代接班人啦。頭先都提過，其實啱啱開始嘅時候覺得珠寶業係比較傳統一啲嘅噃。咁但係其實而家乜嘢都要數碼化啊、轉型啊咁樣噶啦。你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呢？喺呢方面？目前呢，我哋數碼化係聚焦喺內部嘅流程嘅電子化啦。咁其實最大嘅挑戰呢，就係人嘅習慣啦。比如一啲年紀大嘅同事，好習慣用手寫記錄，想要咩產品就手寫張紙仔上嚟，咁傳遞信息啦。咁其實呢啲就係一啲比較老嘅習慣啦。咁業務團隊亦都會對一啲新嘅系統有啲顧慮，比如我哋嘅打卡系統啊咁樣。咁我哋就要通過一啲長期嘅一個培訓啦，令到大家好明白呢啲新嘅軟件、新嘅系統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嘅工作更輕鬆同埋更清晰、更有效率去完成佢嘅工作嘅。咁嗰啲同事啊，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喂，你哋都試下用呢啲啦？咁點幫佢哋呢？其實一開始咧就比較煩嘅，就兩套系統一齊走嘅。即係有手寫又用電腦咁樣。係啦，其實而家每一位同事啦，每一個人手都有部電話咁樣。咁啊，盡量就將呢啲電子化嘅嘢就變得更加簡單。佢喺電話嗰度入就得啦。係啦，希望喺電話嗰度入。要用嗰啲咧就最簡單。係啦，要用嘅最簡單。明白。咁大家做耐咗之後咧，就即係你俾個叫過渡期佢哋啦。咁樣用下之後咧，大家覺得兩樣都要做，就開始煩啦。咁我寧願學呢樣啦。咁就跟住就轉咗去一個比較電子化咁樣。好計。其實呢個喺管理上幫到我哋好多嘅，更加可以實時咁樣去即係睇緊個公司發生緊咩事啊嘛。而銀行方面咧，銀行會唔會亦都有啲嘢可以幫到你哋喺呢方面？我哋更加容易喎。有噶，咁呢個過程入邊呢，其實 OCBC 華僑銀行呢，俾咗好多好重要嘅支持我哋嘅。佢哋唔單止提供咗一啲喺唔同階段都適合我哋嘅融資方案啦，咁仲要幫助我哋改善一個財務同埋營運嘅流程嘅。比如佢哋嘅現金流管理系統呢，其實令到成間公司運作更加有效率嘅。咁我可以喺佢嘅系統上面睇到我哋唔同公司之間嘅資金情況啦，咁樣可以更加好喺資金各方面做好一個協調嘅。
聽到 Michael 咧要管理一間企業都已經唔容易啦，但係其實 Michael 自己係管理緊2間嘅，佢另外一方面仲有一間公司啊自己喺度湊緊嘅。到底點解有咁多時間嘅呢？點樣可以平衡得到嘅呢？咁我主要其實係負責喺呢個策略方面嘅決定噶啦。咁將一啲執行嘅授權啊、日常嘅營運係交俾一個團隊成員去處理嘅。咁每一日呢，我就會睇翻2間公司嘅一啲營運指標啦、核心指標啦。最緊要就要確定我哋嗰個方向係正確嘅，同我哋之前嘅策略係一致嘅。日常嘅營運咧就交晒俾專業嘅同事去處理。咁我就唔中意開一啲好長嘅會議嘅。哇！呢個叻啊，呢個叻。咁啊，透過一啲設定明確嘅目標啦，咁定期去睇一睇我哋嘅成果嚟管理嘅。咁過程入邊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資訊要透明，每個團隊成員都好清楚知道佢哋要做啲乜嘢，可以自主工作。咁我都可以更加專注成個整體嘅規劃，同埋做一個關鍵嘅決定。你聽到 Michael 咧好清晰咁樣咧，我有呢啲方法，又有銀行嘅幫手咁，所以咧佢呢啲方法咧好奏效喎，喺佢嘅管理企業途中咧攞咗唔少獎嘅。都想問下呢啲榮譽啊、獎項啊，對於你或者公司嚟講咧，代表住啲乜嘢呢？首先，我覺得獎項係一個睇得到嘅信任啦。咁好多客人行入嚟店入邊咧，見到我哋攞過唔同嘅設計獎、品牌獎、企業獎，其實會更加安心去同我哋去購買我哋嘅產品嘅。對內嚟講呢，獎項亦都係對我哋團隊成員嘅肯定啦。比如一啲品牌獎，就當然要佢哋服務做得比較好，先至可以攞到呢個獎啦。咁可以提升大家嘅一個榮譽感同埋一個歸屬感嘅。對外嚟講，呢啲獎項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信用證明，幫我哋爭取到好多同唔同機構嘅合作機會，同埋同唔同嘅業主去溝通嘅時候呢，亦都係爭取一個店鋪位置係更加有利嘅。喂，俾我都會啦，見到咦 Michael 你好多獎喎，好啦，呢個靚位俾你啦，咁啊即刻都交俾你啦咁。哇！今日真係唔該晒 Michael 啊！聽完佢咧接手福泰珠寶嘅情況啊，再一步步將企業轉型嘅故事，真係非常之勵志啊！堅定你嘅目標，面對逆境唔放棄，總有人用心撐你，成就夢想。理想里程碑，又華僑銀行用心幫有心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